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昨暗8点外，伫嘉义市区，雄有真大的声音幕传出来。后来发现讲是有民众入厝放8分钟的烟火来庆祝，因为放的是专业的烟火哦，嘛无先申请，工作人员阁无相关的证照，所以嘉义市的消防局是开出42万块的罚单。 安静暗头仔，雄出现高空烟火，佮加上真大声响，几乎嘉义市区的居民拢看会到。雄的声音嘛，互真侪人拢惊到。我当作将军山拍炮，我当作叫我拍来啊！烟火危险，总就甲因老母讲啊，叫因放人了着，啊无人这回收场，你一直下落呢，规场下。放烟火时间大约8分钟，地点伫军规桥边啊，甲分班的空地。他们已经施放完毕了。 警方我到位已经放了，毋过涂骹明显有残骸。原来这是有民众为着要庆祝入厝、生命安全所放的烟火，属于较专业的部分，甲一般所放的烟火无共款。消防局找着相关人士来询问，确认因有无经过允准放专业烟火，啊，佮有无投保着意外险等等的违规。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就发现说已经释放完毕的大量的一些残骸在地上哦。那整个违反的事项大概42万左右。烟火的话，当然是有危险性的，那只是讲说看你在住宅区或怎么样掉的人家的屋顶。没有看他掉的东西下来。虽然厝边到讲话，讲因无看到放烟火的时阵有落啥物物件落来，不过违规已经是事实。放烟火的行为人还是要面对42万块的罚金。记者林慧婷、欧丽婷等现坤嘉义报道。